咩情況啊？霍家路以霍啟山緋聞女友江文慧宣布參選香港立法會。據悉，前段時間江文慧喺炮台山藝術展覽場地外面會見媒體，信和集團主席黃永光、大馬首富之子郭孔華、美麗華集團高層、香港旅遊業議會主席等一眾旅遊地產界大佬都嚟站台。記者會現場，江文慧又展示出招牌嘅笑容，仲頻頻回頭望向身後業界支持者。數度表示唔知道要望向咩位置，應該回答邊條提問。雖然見過大場面，但係仲係有啲緊張。面對唔符合立法會參選資格嘅質疑，江文慧仲表示報名之前宣布已經申請放棄加拿大護照。而對於跨界參選嘅專業性嘅質疑體育精神適用於所有界別嚟回應。咁自從喺巴黎奧運會獲得擊劍冠軍之後，呢位來自中國香港嘅天之驕女係獲得咗巨大嘅流量關注。擁有座面林志玲加朱玲玲嘅甜美顏值，1米78嘅 model 身高，又有成為奧運冠軍嘅絕對實力。斯坦福大學國際關係專業畢業，香港中文大學法學博士，人大法學碩士，呢一啲學霸頭銜全部都被佢一一拿下。從攞低咗奧運冠軍到迅速宣布退役，直接加入香港賽馬會擔任對外事務助理經理，再到現在暫停馬會職務參選議員，江文慧嘅上行之路可謂步步為營。奪冠之後，佢同負責體育事業嘅霍家交集亦都好多。之前同霍震霆老爺子呢同喺香港巴士巡遊，一個呢就喺前邊打趣梳頭，一個呢就喺後邊抱腹大笑，畫面十分和諧。而熱心嘅網友呢，更加係幫佢同埋鑽石王老五霍啟山潑行咗個大葵先。之前佢呢就同霍家三兄弟霍啟剛、霍啟山同埋霍啟仁同框，仲企咗喺 C 位。不過而家嘅江文慧睇上去似乎並唔需要用豪門兩個字嚟定義自己。如今宣布參選議員，乾脆自己做豪門，一路走嚟不斷向上攀升，每一步都行得穩準狠，令到人哋不得不好奇。呢個每次面對鏡頭都從容隨和，但係又外柔內剛、反差強烈嘅中產貴女，究竟係何方神聖？有人話江文慧嘅家庭就係撫養女兒嘅天花板，家庭嘅托舉正係佢有機會得以向上嘅第一個助力點，而佢嘅今日，佢遠遠唔止一個撫養咁簡單。江文慧1994年出生於中國香港，2歲嘅時候跟隨父母移居加拿大，6歲又返港生活。早早呢就睇到咗呢個世界嘅豐富同埋多元，呢個係江文慧父母幫佢邁出嘅第一步，亦係尤為關鍵嘅第一步。佢嘅爸爸江國輝係香港浸會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嘅，而媽媽就係香港 TVB 嘅藝人導師。雖然身份呢就有待考證，但係毋庸置疑，佢嘅家庭條件一定足夠優越。咁整個進階之路從中學擇校就開始啦。佢嘅母校，香港最老牌嘅國際學校英基沙田學院，非常不一般啊！隸屬英基 ESF 學校協會旗下，係香港最大型嘅國際學校組織。唔單止歷史悠久，教育理念同埋培養方式亦都非常之精英化。朱玲玲、徐子淇等等嘅豪門闊太，以及係現任香港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都出自呢度。進入咗呢個學校就好似坐上咗抵達藤校嘅直通車，培養嘅就係將來可以進入牛津、劍橋、哈佛、斯坦福呢一啲學校嘅精英學子。當然，江文慧當初靠嘅亦都係自己嘅實力考入斯坦福嘅。2012年，佢嘅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 IB 係41分，滿分45分，係名副其實嘅學霸冇錯啦。就算後嚟選擇咗運動項目，亦都冇放棄學業。甚至喺選擇專業上面亦都非常之精英化，唔係國際政治就係法律學科，為日後嘅進階埋下咗伏筆。而琴棋書畫亦都樣樣精通，識跳芭蕾舞，識彈鋼琴，鋼琴從3歲就開始學啦，一學就係好多年，打下嘅都係童子功，到而家都仲係順手拈來，仲識跆拳道，而且係練到咗黑帶，識溜冰，一學亦都係6年咁耐。呢啲項目而家好多中產都喺度捲噶。擊劍就更加唔使講啦，佢中意各種運動項目，乜嘢都中意玩一下，主打一個德智體美與勞全面發展。咁喺興趣愛好嘅培養上面，父母亦都一直尊重佢嘅諗法。雖然媽媽就希望佢學習芭蕾舞，
但係當佢表達出自己並唔中意嘅時候，媽媽亦都冇逼佢繼續學落去，反而係發現咗佢跆拳道居然可以打到黑帶嘅閃光點。咁佢就話：我中意打交搏鬥一樣嘅運動，我中意對抗。於是，一家人呢就平衡商議，喺尊重佢嘅意願情況下，最終選擇咗擊劍。爸爸話擊劍就好似對抗搏鬥運動中嘅芭蕾，既有力量衝突，又十分高貴優雅。咁為咗支持江文慧練劍，爸爸呢就為佢嘅擊劍啟蒙教練陳偉敬喺香港開咗一家擊劍俱樂部，俾到啱啱從內地初嚟乍到做擊劍教練嘅陳偉敬解決咗所有嘅後顧之憂。為咗培養個女，真係有人捨得落血本啊！自從江文慧確認自己熱愛擊劍呢一項運動，就開始咗異於常人嘅努力。因為佢知道只有做到最強先可以實現破圈。教練陳偉敬曾經講過，佢自律得唔似係地球人啊！每日凌晨5點鐘起床，開始做功課同埋練劍，然後就去上課，落課之後再去練劍，周而復始。咁遇上有比賽嘅時候，佢為咗唔落下學業內容，大部分嘅功課呢都喺飛機或者係酒店嗰度完成。當同齡人仲喺度蒲吧蹦迪，為愛情嘅小事黯然神傷嘅時候，江文慧呢已經開始為自己嘅未來暗下決心啦。嗰個決心就係要成為擊劍冠軍。佢目標感強烈，又揾到咗一條定位精準嘅小眾賽道，咁就意味住會有更多自我突破嘅可能。要知道啊，喺香港練擊劍係非常之容易出成績嘅。一係因為歷史悠久，二係培訓專業系統，三係政府扶持，投入各種資源，就係要讓到呢項運動喺國際賽場上打出絕對優勢，建立特色，推動發展。懂得選擇，努力自律，目標感強，又明確知道自己要乜嘢。喺成為冠軍嘅路上，一切嘅困難同埋痛苦，對於江文慧嚟講都係不值一提嘅擦傷。2016年，為咗備戰巴西里約奧運會，佢休學咗1年。第一次企上奧運賽場，佢只攞到咗第11名嘅成績。佢唔甘心，於是發晒癲咁樣加強練習。2017年訓練嘅時候，韌帶就出現咗問題。傷病係每個運動員都會面臨嘅，對於佢嚟講亦都唔例外。逐漸康復之後，喺備戰世錦賽嘅前夕，韌帶撕裂傷突然加重，不得不先後動咗2次手術。咁樣呢，亦都令到佢痛失咗東京奧運會嘅金牌，僅僅係攞到咗個人賽第5名嘅成績。對於佢嚟講，除咗帶傷突破，冇第二種選擇。喺巴黎奧運會比賽之前，佢個膝頭哥呢其實又受咗傷，一度話無法進攻。直到比賽前2週先算調整好身體狀態。不過最終佢頂住咗所有身體同埋精神上嘅壓力，逆境翻盤，一戰奪金，一步一步咁樣實現嗰個喺10幾歲就暗暗下定嘅決心。呢條決心之路一走就係將近20年。喺實現咗自己嘅擊劍夢想之後，大家本來以為佢會借住呢一次嘅機會，喺以後嘅時間裏面繼續為中國香港隊拼出好成績。冇諗到佢就順時選擇急流勇退，對外官宣正式退役，轉而就加入咗香港賽馬會對外事務部，負責協助推行一系列有關社會公益、青年體育事業發展等相關項目。要知道香港賽馬會呢個地方絕對唔係一般人可以入去㗎，佢幾乎囊括咗整個香港最上流嘅圈層，裏面嘅人全部非富即貴，而成為香港賽馬會嘅會員，對於富豪們嚟講唔單止係代表住你嘅個人財富同埋影響得到咗認可，更代表住呢個人嘅社會價值同埋社會貢獻得到咗推崇。成為會員會有非常嚴格嘅篩選機制，甚至好多會員都係以家庭世襲制嘅形式進入賽馬會嘅。作為馬主買一匹寶馬所需要嘅費用係100萬港幣左右，而每個月養馬嘅各種開銷同埋訓練費用等就需要5萬港幣左右，比養人貴得多啦。咁由此睇嚟，淨係有錢係唔得嘅，你仲要有人脈。講到底，即係如果你嘅家族興旺、血統優良，咁樣你就可以順理成章咁樣擁有呢一切，成為咁樣老錢聚集地嘅一員。其實早喺多年前做公益慈善嘅時候，江文慧就屢屢被香港賽馬會贊助。喺呢個過程當中，佢就認識咗佢嘅現任上司譚志源。咁佢之前就係特首辦公室主任，仲係伏明霞嘅老公梁錦松嘅得力幹將。佢而家負責嘅事務亦正係社會公益事業嘅對外推廣，可以話係非常嘅正中下懷啦。喺佢嘅 IG 同埋 Facebook 上面，幾乎都係做社會公益嘅照片，並且囊括咗方方面面。
咁樣呢，就好難唔令到人哋將呢一啲前期鋪陳嘅軌跡同而家到達嘅目的地加以聯想。佢曾經講過，自己嘅夢想唔只係成為擊劍冠軍，仲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設立自己嘅慈善基金會，喺呢一種公益事業當中，俾小朋友帶嚟更多嘅運動樂趣。佢仲希望有機會呢，可以去聯合國工作，喺國際嘅環境中實現更多更大嘅公益價值。而接落嚟希望實現嘅呢一切，單靠一個奧運冠軍係遠遠唔夠嘅。但係有咗香港上流圈層嘅支持，一切睇上去呢就好似唔太費力啦。但係今次支持參選嘅陣容就相當之唔簡單。生活中嘅江文蔚褪去冠軍光環，睇上去就係一個甜美可人嘅鄰家女孩，亦係家長們口中總係提起嘅別人家的孩子。佢唔單止中意運動，中意做公益、做慈善，仲中意逛街市、做甜品，提倡低碳飲食，中意可愛嘅啤啤熊同埋好靚嘅鮮花。得閒嘅時候呢，就會去讀書同埋旅行。穿衣打扮呢，亦總係簡簡單單、清清爽爽，從來都唔會着大 logo，都係呢基礎嘅 T 恤、針織衫或者係牛仔褲、運動褲。尤其呢種膊頭上面披住一件針織衫嘅穿搭方式，好有老前鋒即視感，點睇都好舒服。仲為 Rimowa 拍過大片，睇上去乾練又高級，係真正意義上嘅可鹽可甜啦。似乎越係目標清晰、信念篤定，越唔需要奢侈華麗嘅裝扮點綴。而相比起加唔加豪門，做更好嘅自己先係最重要嘅事。